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帝庭園3房1套嘅單位，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今日為大家介紹呢一間呢，就係喺7座嘅 C 單位，實用面積948尺，入門口呢已經係見到長方形嘅客飯廳，面積呢都相當實用。依家呢就係從客廳嘅窗嗰度可以望到出去，主要就係望返帝庭園內園泳池同埋京士柏山嘅遠景。單位係屬於3房間隔，首先呢就係望下主人房。主人房嘅戶型窗呢可以望返屋苑內園泳池，而主人房面積呢都相當實用，擺咗張雙人床。主人房浴室重新裝修過，浴室市正企理，沖涼嘅位置除咗有浴缸之外，仲有呢一個淋浴間。客飯廳另外一邊呢，仲有2間客房嘅。呢一間客房打造成一個純書房，而對面另外一間客房呢，依家就係冇擺到任何家私。2間客房嘅景觀係望返京士柏山一帶嘅遠景。浴室市正企理，沖涼嘅位置呢，同樣係採用浴缸。廚房呢係重新裝修過嘅，配備咗基本嘅煮食爐具同埋廚房電器。備餐嘅空間呢同樣充足。廚房行出去呢就係屬於單位嘅工作間，之後呢就係呢一個工人房啦。工人都有佢自己休息嘅地方同埋獨立洗手間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，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